针对民进党强铁案有5名党员牵涉在内，民进党中评会今达成决议，甲这5人除名，而且开除党籍。三峡这车祸造成342伤要9个人住院，有被害者家属们去街口也问题，要路权团体发起对峙活动。台南市政府伫咧河洛广场打造爱情下原地布置超过10万粒的粉红色球，不过民众嫌讲看起来袂似是金宝龙的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之1AM 新闻，我是嘉豪。针对这些民进党的强贴案，包括前立法院长尤锡坤的助理盛楚英，还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咧做外交部长迄时阵的助理何仁杰，还有前总统府办公室主机吴尚武等人呢，有5名党员牵涉到强贴案。那民进党的中评会在今仔日达成决议，甲这5个人除名，而且开除党籍。民进党连续爆出中国间谍案，捌做前立法院长尤锡坤和正在民进党立委助理的盛楚英，分别出涉嫌向中国来卖国安机密资料。另外，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做外交部长时期的助理何仁杰嘛，互收买，涉嫌偷摕外交部的资料，对总统府到外交部、立法院、党部拢有党公职、防渗透。民进党当中有5个党员是卷入中国间谍案，包括盛楚英、何仁杰，还有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曲世元，前总统府主吴尚武和新北市议员李义典的特助吴楚莹，民进党中评会日作出一致决议，甲5个人除名开除党籍。决定就是依照地方党部的决议，全数除名、开除党籍，提高警觉，不要造成自己家人甚至于整个未来包括国家的一些影响。中常会上面主席有再三的去提醒。针对5个涉案的党员，敢若盛楚英、洪高宝，其他4个人同款封羁押。那我相信，总统一定有交代国安单位，也要在这一个部分对于身份背景种种的查，那一定是会加强的。王世坚表示讲，党内有好的机制，早就应该安尼做。陆续中强调讲，伤害台湾的行为绝对袂原谅、袂接受。嘛讲中国渗透政府、政党，偷摕台湾的国家机密，对台湾的恶意真大，呼吁中国停止渗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国偷渡来到台湾的案件是袂少，外界烦恼讲这海防会变做空芳。国安局长蔡明干就表示，无排除是中共挑故意做的。那这国安局伫咧5日空进前呢，有成立专案小组进行监控，就发现讲这中共的海警船即日到金门附近的水域，甚至有30只沙无的船呢，伫咧海峡中线西边出现。两岸情势紧张，有2个中国籍的查甫人，伫总统赖清德520就职9年之间，偷渡到金门的离丹岛被抓到。也那伫520进前，也有中国的查甫人带着伊也未成年的后生，坐秋灵船闪过雷达的侦测，对桃园的关金、红色海沙堡偷渡上岸。另外，中国网红山东凯哥也坐秋灵船偷渡到桃园，抓到5千旗。对着连续发生偷渡案，国安局长蔡明安讲，520进前有成立专案小组，监控中共普色地带侵扰，有掌握到异常的状况。中共的海警船4艘有2度的进入到金门周边的水域来进行巡弋。那另外在海峡中线以西也有发现20-30艘中共3无的铁壳船在附近活动。那因为现在是中共的休渔季，那会有那么多的3无渔船的聚集，确实是一个比较为异常的样态。蔡明安讲，无排除中共是挑工操作红色海沙堡进行测试，利用小船来试咱方的反应能力。因若海防的漏洞有可能变做国防的破口，国安局会甲海巡署沟通改进。李伟是关心中共伫咧520了，是不是进行大型的军演？因为接下来这几个月份就是中共2栖部队演训的热季，所以它会不会再有这种训练活动来结合到认知作战的操作？对我们形成一种军事的外在压力。那这也是我们后续国安局跟我们情报团队会关注的重点。蔡明安认为，中共重点由训转演，即嘛短期内由演转战的可能性是无大。因若美国方面关心中共2027年具备反台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要互中共的代价超过伊的利益，关键就是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And I think deterrence obviously begins with Taiwan's own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the harder they are to take militarily, the more time. 另外，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警告讲，
中共连续2年伫台海大规模军演，毋是单纯的演习，是一种危险的竞赛。蔡明也是强调，会甲盟友分享情资，掌握台海上新的即时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所渔船红彩头6号呢，无经过温准，将走到日本 Okinawa 附近掠鱼。这58岁姓刘的船长，互日本掠起来。目前台湾这边是有交担保金，下晡人含船已经放出来了。这船长要靠这话签电话保平安。来讲到这桩案件为什么会发生呢？也是爱等船长回来亲身说明。日本水产厅渔业处地本部20公布，伫Okinawa县甲乌那国岛近海查到一只无经过许可进行渔业活动的台湾苏澳籍渔船红彩头6号，当场掠58岁姓刘船长甲5个船员，各扣押船只，这是今年第一只互日本扣押的台湾渔船，也是日本今年第一摆针对外国渔船执法。日本指出，渔业处地船凤翔环当日早起发现红彩头6号，伫日本专属经济水域违法作业，所以进行后续调查甲处理。虽然这船挂苏澳籍，毋过姓刘船长是婚姻人，而且无及时通报，所以会一开始也无搞得清楚状况。他们的家属跟船长家属都没有来找我，状况我都不太清楚，都要厘清，因为我们有 AIS 还有 VMS 都可以厘清这件事情的。罚款罚真重呢，我们本来就大了。袂使你讲话这个都是两头皮，我那留一边请去报。渔业署回应，经过外交部甲日本交涉，各交担保金300万抗5000支票。日本已经伫2日下晡1点放出渔船，船长已经靠卫星电话报平安，表示暗算暗时进入南方河渔港。为什么超出咱的暂定执法线以外，咱做着扣押的状况，要等船长倒来进一步调查。8日伫台海停下海协作业，互菲律宾公务船口押的屏东县琉球籍渔船成绩封号，因为无禁止回国巴丹岛24海里连接区，而且无照台海渔业执法协定提早通报。经过咱的交涉，抗议了后释放，也伫1日早起平安回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三峡发生这重大车祸，造成342伤，还有9个人伫住院。这78岁驾驶呢，到当也是跋倒做笔录。经过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讲这个驾驶对外地回来到家，无随登去处理，是伫咧附近乱驶，详细原因阁需要调查。目前这被害者的家属也问起加扣押问题，甚至有路权团体发起追诉的活动。大家开始当整理柜头卡倒念的物件，现场分作3大区：菜花含姜品、卡片含蜡烛。但区公所的人员一直在清这假面。还可以使用的食品，我会先装箱起来。那地方有一些弱势团体，我们会媒合给弱势团体来使用。好，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带很容易腐化的食品来。在场倒念的物件共有2套体育衫，三峡国中的先辈特别把来放伫遮，用过新的2个含梅啊来抵押。导师每一天关心学生的出缺勤状况，尤其是没有到校的了解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三峡底的车祸是造成342伤，甲打鼓有9个人在住院，有受伤查甫囡仔的家属嘛伫社群发文，希望大家集气帮助囡仔度过危险期。2位小朋友在昨天恢复清醒之后，接着由骨科医师进行手术的复位处理。瑞欧卡小朋友虽然生命真相是稳定，但是呢需要维生系统。78岁姓伊的驾驶调输了后嘛受伤，经过2摆手术，把第一针目睭拍开，同款是无法度做笔录。经过警方初步调查，排除驾驶是故意启动1摆过身的技术，但是要监视画面，监视伊当阵驶车的路线，发现伊对外地回程，并无直接登去厝，颠倒伫市区在驶。绕行大概20分钟哈，那有经过一个公园，网上传言有蓄意追撞女骑士这些哈，这个都纯属臆测哈。驾驶嘛，洪质疑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敢是当在食物件还是饼物件？不过车经过采证，并无其他可疑的物件。警方阁证实因扣的行车记录器有部分已经毁损。我们也成立律师服务群，来针对法律诉讼的刑事跟民事的责任的追究以及赔偿。全力以赴，不管讲扣押或者是到时候侦查程序的进行，
我相信都是他们非常重视。那后续的部分我们还要跟家属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环保协会已经接到受害家属在问解扣押的部分，等待协助。新北市法制局嘛，对日开始办几啊场的法律咨询，有关团体嘛发起白纸号的活动来哀悼。不要因为他今天离开了，我们把他视为一场意外带走他，而是这是整个交通体制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有关团体找大家即摆6礼拜，登去案发地替罹难者来默哀，各诉求各内莫阁有人因为交通事故失去原本平静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三峡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了后，交通部宣布高龄驾驶人驾驶管理措施。不过，民安团体是认为讲降低高龄者交通事故风险，但先爱做的是把这基础建设做好势。亲像有进行到的环境和公共运输，或者高龄者唔免赛车、唔免骑奥多拜，就会当安心出门。交通部长也表示讲，会用更加科学方式来检验时代驾驶方面的能力。三峡北大重大死伤车祸，交通部宣布下周换照年会到70岁上紧，明年开始。如果目前全台70岁以上有驾照人，差不多是182.6万人，10年后会增加到272万人。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未来要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检验后大人驾驶方面的能力。我们当然会用更有效、更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我们所有的年长者在驾驶方面的能力。好，那包含他的这个危险感知的能力，跟他的认知的能力。交通部针对高龄驾驶推出3大改革措施，包含换照年岁为75岁下修到70岁，加强危险监治测验，有调书记录爱进行实地训练等。按国民团认为，这项上要件应该先完成基础建设，建立无障碍进行到环境甲公共运输。高年岁大人无需要选择用私人汽车，对安心出门。公车的路线、公车的路网、公车的时间都要再更密集，让大家愿意放弃私家车的使用，转而使用大众运输。针对政府提出自愿交回驾照补助贴拍出措施，有地委认为中南部公共运输无普遍，恐惊无什么效果，建议提供美国的固定次数或者是金额公共计程车，对中南部老人口实际帮助。也建议用比较别国，要求高龄者车辆强制加装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日本有强迫，不管是加装防爆冲装置，或者是加装防撞辅助系统等等。对于未来年长者的驾驶的部分，我们使用中的车辆要不要来补助或加装？科技防御的部分，我们也在这3个月里面，我们来做检讨。例如增加路考，或是特定违规样态的这种课程。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报告委员，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应该分阶段啦。好，那这个部分细部的细则，以委员这个建议，我们在3个月之后会来提出来。对外界质疑各县市的同学行啊限速不同，陈世凯表示，因为各学校周边环境不同，限速也不同，未来应该地方沟通讨论是不是统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局这20暗头啊，有修路车撞死人的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驾驶是讲这阳性发作，也因为这个驾驶的驾照是较早放零阳性患者考驾照规定进前所摕到的，去到监理站查，才知影讲伊考驾照时阵声明家己是无阳性。有关团体是建议讲会当推出高风险驾驶要求复检，因为交通部也有伫咧规划相关的草案。监视画面记录汽车高速公路过路人的1万年，20发生伫台南桥镇的车祸，造成现场阿某1死1伤。驾驶涉嫌驾驶事后讲是，迄当时阳性发作。车祸发生的时候，他是癫痫发作，那当时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说车速多少他也不清楚。他手跟脚都会伸直，然后会身体慢慢的抖动啊，牙齿会一直咬啊。警方查出有领身份障碍手册的姓叶查甫人，2019年也有驾驶地市的记录。因过台湾2020年9月才放宽阳性患者考驾照，安怎也当出地驾照监理站回行。伊过去考驾照时无声明有阳性。报考的时候，我们监理单位是依照他的体检表里面的来判定啊，他的体位跟体格有没有符合规定。他如果隐秘的话，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投稿规则修法了后，放零2年来阳性无发作的患者会当考汽车还是普通汽车驾照。后手每2年爱提供诊断证明才当换照。要毋过伊这个案例会当发现，若阮某的病情就算有刑责，搁爱注销驾照，主管机关恐惊嘛较无好掌握。路权团体建议会当跨机关联定。只要在健保系统上面有一个
去做集合的动作，然后去连到监理所资料库，他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在最近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不适合做驾驶的这个动作。专家认为，台湾外交制度上过零，建议比较日本定期外交时，那些确定驾驶认知能力甲身心状况，也要对修改过的法规也是标上定做自信更新。医师提醒，游戏都说是轻症，爱半年至一年对症一摆。视觉或者是听觉的异常，那这些症状并不容易被患者或者是家人所察觉。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定期在神经内科的门诊做脑波，确保之后的癫痫不会发生。驾驶游行发作造成灾祸，并不是头一件。交通部表示，已经研究修法，介入就医甲保险资料。若出现游行等症状，会通知监理单位要求驾驶复检。目前行政院已经核定草案，后手会议定数，函送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年花莲和平乡早起7点外发生火灾，这台年表示讲，导火范围只有这茶壶配大部分，在不省心的拢集中伫咧这替代电脑系统，无对生产造成影响，所有人员是拢平安的。也那台电也讲，因为这电网事故早起有失电2分钟，这导火和台电敢是有牵连的，这部分佫需要调查。日早起7点外，大量乌烟是一直冲到天顶。花莲消防队接到通报了后，是出动7个分队，差不多50个警义消，去到台年的花莲和平厂来做拍火抢救。消防队员入去厂区来拍火，发现讲厂区替代燃料系统内面的柴油批大刀入口导火，好在是无人受伤。我们到达后，因为蓄热机的输送带在闷烧所以抢救困难。而且楼层较高，所以我们在8点35分控制火势，到10点30分我们才把火灾扑灭。台年回应讲，早起花莲和平厂伫台电供电无正常跳电了后，发现这柴油批大刀入口有火星，随着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开始拍火抢救。火势拍发了后，马做喷水降温来确保安全。本次火警燃烧范围仅限于木屑皮带部分，财物损失集中在替代燃料系统，且未对整体水泥窑生产造成实质影响。最重要的是，台泥和平水泥厂所有人员都是平安的。它因为这个事故造成了和平厂等的这些大用户有一些停电。事故后，台电其实就赶快恢复供电，停了大概不到2分钟，然后那就复电了。这是啥呢？会发生供电无正常跳电2分钟。台电表示讲，原因有真侪，等待调查。但是这边是讲未来会持续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生产的过程无问题。另外，台泥厂区导火原因和敢和电力有关系。台泥嘛表示讲，这个部分还要等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6年选举特别到啊，高雄市的街仔头呢，就开始出现真侪选举看板，连市长陈其迈伊也承认讲合法的看板真少。高雄市市议员是认为讲，这广告看板申请的流程真复杂，效率又搁歹，要求这市政府呢爱把这申请的程序简化，针对无合格广告爱去改拆掉，而且爱处理。贴广告，然后这个中间你应该听我把话讲完。树立广告，如果所有的政治看板，市长甲议员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登咧为选举广告看板，是不是有合法申请伫咧争论？因为议员发现高雄市有上千件选举广告，合法的竟然干那40件。议员质疑高雄市的广告物申请程序伤过复杂，除了广告的寸尺，怪所在拢爱审查以外，佫有侪相关文件爱顾。尤其广告看板因为怪方式无共款，佫分别由监管处甲环保局管理。议员要求市府应该爱顾简化做法。现在不管什么广告，都是先审查的音价，看它设置在哪里，然后再进行它的内容物的审查。可是你如果可以分流的话，是不是会比较简单一点？也就是说，它音价搭起来，我不用每次只要看板就审查一次。我不知道说原来它是要通过申请才能合格刊登的。那如果说民众因为刊登程序很复杂而不想要做这件事的话，我反而会本末倒置。那我也觉得广告有必要性。那假设政府能够再把申请的过程更简化的话，我觉得会更好，大家会更有意愿去做这件事情。合法的广告看板会有市府合法的字样，但是直到市区设置人竟然找无合格广告物，其中有大应该挂起来的广告是由监管处负责的，利用大挂起的外墙顶管的是属于环保局管的。环保局表示，因伫106年都将申请的定数简化过，针对违规的广告也会加强处理。这几年违规的数量已经为当初的几千几万件降到较无100件。经审查核准后才可悬挂。统计今年申请24件，核准11件。去年违规广告拆除83件，
今年拆除32件。监管处表示，今年有37件公告物来申请，目前核准的大约20件，已经挂号的有3件。目前因也正在简化申请的定数，希望会当加强民众的申请意愿。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永昌报道。来看到台南，这是由台南市政府伫咧河乐广场打造的爱情下原池，布置超过10万粒粉红色的球，请真侪民众来遮翕相。不过民众就嫌讲，这看起来就亲像是金宝丽两共款，也人质疑讲塑胶球遐尼济是无环保，甚至网络顶头有人伫咧乱传讲这活动会提早结束。即马这个管理局也出面来回应啊，因是尊重多元意见，也强调这活动有到6月底。上万粒粉红色的细粒球伫河乐广场边仔有玫瑰花做装塔，这是台南市管理局打造的爱情下原池。虽然伊大好暂时休困无开放，不过有完真侪人来遮行搭翕相做纪念。那池内塑胶球即阵引起讨论，有人讲看起来哪像金宝丽的呢？嘛有人讲真有浪漫的气氛，甚至有人伫网络风声活动向提早要伫5月底结束。管理局出面驳回，会到6月底。有点像福寿螺。但是就人家用心装饰就，也还不错这样。翕一个相的，按欢喜就好，我是感觉安尼就好啊。佫有别项的问题佫加入来，无安尼就我感觉无需要啦。东许愿球由27家业者提供，活动奖项由38家业者赞助，借由5月17至6月30日活动期间。营造浪漫氛围。现场嘛设有假机台啊，内面有一粒爱心球，通互人写愿望，嘛有观光票券，为着带动观光，这回政府联合在地观光产业协会办活动。不过个文化界是建议，台南正做文化古都，那伫观光活动内底加入在地文化元素，唔来当增加深度，把通正做专带观光文化兼顾的示范。以前是这个运河台南端的码头，市区这一端的码头，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故事。去谈一下原来这条运河100年的这件事情，没有把它把握住，我觉得蛮可惜的。应该是爱甲台南在地文化有去较接近的会较好。想讲会使用月老的故事来带入，像我安亲娘妈这个文化，过去的查某囡仔若是要求爱情，嘛是会去找亲娘妈。针对外界关心塑胶球敢会无环保，管理局回应活动结束了后，会由协办单位优先提转去做利用，来开放民间申请提转去做教具。伊嘛讲尊重多元的意见，未来持续调整，互活动更加完善。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日向媒体地会讲上任1年以来的外交成绩。对媒体问伊讲，若准当到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伊会甲伊讲啥物呢？这林佳龙就表示讲，会主动想要甲伊握手。若讲有握手，就是有好的开始。若讲到咱台湾12个友邦呢，林佳龙强调，目前邦谊是拢真稳定的。就任满1周年，外交部长林佳龙和媒体临地开讲，讲外交工课成果。林佳龙讲，外交部入口处这个国旗，对过去才12个友邦，到增加12个理念含咱正共的民国，都是即马综合外交政策的战略导向。伊嘛强调，目前和友邦的邦谊拢真稳定。我是认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中等强国啊，我们因为面对到中国的各种的威胁，反正我们必须要走出生存发展之路，拉丁美洲啦、加勒比海啦、非洲啦，这都是可能的出访的对象。不过，中国乌咱的邦交条卡这动作是无停过。外国媒体好奇讲，那林佳龙拄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第一句话会讲啥物？我一定是跟他要握手嘛，那就看他要不要跟我握手啊。先伸出友谊的手，好，那他如果跟我握手。这就会好的开始。曾几何时，台湾这个字变成中共在解释，越解释就越让台湾代表台湾嘛。这个就是现在中共没有自信啦，看到台湾就俩讲啊。对大总统就职1周年的演说，无讲到两岸的议题。林佳龙讲，是因为个人认为讲大总统处理外交和两岸的议题真稳健，而且外交的关系是比两岸的关系更加重要。台湾即嘛嘛是对全球的角度来看台对中关系。另外，立委林昶佐总统特任以做驻芬兰的代表，林佳龙中心加适合。我们总和外交我们也是要有多元的人才，没有我们美国的这个供应链也会破口，所以最后一定会谈出一个这个是互惠的，因为我们是互补的关
关系。外界关心台美对等关税谈判的进度，林佳龙信心发话讲，一定会讲出对台湾互惠、合理而且有利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昨宣布要成立主权基金，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今仔日财政部长曾翠云就表示，这主权基金就要斟酌规划，也要有专法来规划投资的规模，是倒一个部会来负责呢？这行政院讲会再来讨论。总统赖清德就职满周年第一遍对外表示，台湾要成立主权基金。根据了解，全世界包括中国、新加坡、香港拢有主权基金。地主央行建议会当参考新加坡甲韩国的主权基金创设的经验，结果订定专法来营运管理。不过，台湾的主权基金资金对倒来，一个组织单位是啥人，也受大家的注意。当主管单位，你就一肩挑起来了，责无旁贷。我想在性质上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啊。财政部当然对于裁员的筹措是责无旁贷，那对于未来管理这个基金是由哪一个部会来管理是另外一件事的话，我想行政院会详细的一个规划跟讨论。有关主权基金的资金来源，是不是当用央行的外汇存底？央行表示，若要用，一定要有在调型。因为财政部长曾翠云讲，财源的调措是财政部的责任。对于主权基金应该典型的规划，设立专法来规范相关的投资规范。另外，伫专职经理人的操作，也个管理机制，拢要透过专法来定。你有觉得这个政府在这几年之间，大概就是3、4年之间，这个政策有变化吗？现在政策上如果要成立的话，那接下来就是如同委员说，要审慎的规划，而且要定专法。在专法里面，必须对于大家所疑虑的部分，要能够去谨慎的规划定，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是一个可做的。虽然主权基金是为了要创造国家的财富，不过因为国内目前也无相关的法规会当应用，以后也是要制定专法来规范处理。即嘛，国内产业拢伫咧正注意讲，若是成立主权基金，敢会当协助咱国的产业布局全世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飞达执行长黄仁勋早起开国际媒体记者会，针对着美国川政府限制飞达 H20晶片出口去到中国，黄仁勋讲这是一项错误政策，这飞达损失$60亿美金的库存，也可能会造成中国 AI 技术发展变更较紧。也是穿灰衫加上黑色 T 恤，飞达执行长黄仁勋来台第6日，伊早起展开媒体问答。开场就肯定台湾产业，黄仁勋强调，即马 AI 是伫新产业开端，世界是咧制造 AI 工厂，未来会亲像网际网络，全世界拢 AI 基础建设，所以台湾产业会继续成长。Taiwan should have AI industry here to serve all of its local industries. Healthcare companies, industrial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of course,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so Taiwan needs to have AI infrastructure. 外界提问，飞达布局全新台湾总部是为中国市场做准备。黄仁勋时趣味表示，办公室真是无危机啊。强调产业发展正紧，不过即马全球半导体产业面临关税挑战。台湾各生产全球78%的晶片，是不是甲北京讨论半导体挑战？伊乐观看待。There's a resetting of the trade around the world, and whenever it settles down, the industry will readjust. 不过这时阵，美方是不是回答 H20晶片出口管制，严重打击回答对中国营收？黄仁勋表示，因为这项政策是错误的，进一步鼓励回答伫拜登政府时期伫中国9成市占率，即马只剩5成。不过回答产品无法度进口，干系转向使用当地公司的晶片，加速当地发展。The H20 ban cost NVIDIA probably $5 billion. It's an unfortunate loss. Bu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compete for the Chinese market. 事实上，这是黄仁勋连续2日讲到美国政府政策所带来损失。面对晶片管制，也讲也在思考要解决的方向，业者是继续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宜兰检调今继续敲要追查罢免立委陈俊武的死亡联署案，早起呢是甲这国民党宜兰党部的主委陈明昌等人带走。那也就质疑讲，安尼先做呢是要制造惊吓，互民众唔敢去参与联署。那下晡也去到地检署抗议。陈俊武本人呢和民进党宜兰党部也呼吁大家就要尊重司法的调查。那也动员前往宜兰地检署，因为检调并规划调查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武亲像社及死亡联署案，敲找国民党宜兰县党部等所在其中3名干部方其也禁见。这个月2日，各展开行动，甚至带走党部主委林明昌，和伊的关系员后生林岳贤，这期是办拿无办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啊！还要秉持初心来办案啊！什么就绿人了，他什么蓝就不行了，没在我北部啊。他现在进入第2阶段了，对吧？国民党也不要把违法的事证这么明确的有被搜索的那要牵拖到成所谓的司法的迫害，那我相信证据会说话。民进党强调尊重司法，但政府本人也表示将台司法调查，无加做评论。地家人检调追查国民党发起的2位领业机关陈文婷、梁志豪罢免案，该案件已经扩大到至少13名被告。罢免陈文婷的领头人纪文川等4个人互收押，罢免梁志豪的领头人刘正义也互其禁见。那也地家人罢免行动会当讲停止。我们看公民团体要罢免人，就是要收集联署书，日晒雨淋，一份一份收。但是国民党却是要用抄名册、伪造文书的方式，要罢免不是不行，但是必须要遵循合法的方法。希望这次之后，国民党能够学会教训。办蓝不办绿，小案大办，让蓝营多人入罪，更可以看到不断的持续的追杀。这就是民众感受到的最明显的台湾司法不公。呼应前2日5日控，总统赖清德表态愿意天开双手，加强政党合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声，无愿意看到修宪动员司法迫害，作为领导者是袂当推卸责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如果是台中，台中南区某一间私立的顾婴中心去互家长指控讲，这托育人员会拍囡仔的头，害这囡仔身躯顶有乌青，甚至有尿掉的分液，才会来报警察的。这已经是台中10天来第3件幼囡仔案件。家长不满这顾婴中心一直伫遐反起反倒，人本教育基金会是批评市政府，讲这是系统性的出问题。2岁查甫囡仔面含暗棍，拢几下个明显的尿痕含乌青。台中市一个家长出面指控南区一间私立的顾囡仔中心，一开始讲囡仔是家己咧耍无细致受伤，后壁看监视器才发现讲，竟然是托育人员把囡仔的头互伊去弄着地板，佮有咧暗棍摕擦胶去等囡仔这行为，伊去甲去验伤报警察。真的是扒下去之后又捏又丢，然后另外2个老师完全默不吭声，园方也一直说他们会处理。我说，可是你的说法就不老实了。顾囡仔中心讲，这个细地顾囡仔的人员已经伫遮做2年啊。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囡仔摕擦胶去等老师，因为惊到反射动作，才去回着囡仔，并不是故意的。但是嘛，承认讲行为不当。托育人员事后已经甲及时透露，警方已经受理家长的提告，专案照伤害罪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老师是被突如其来的动作给惊吓到他的一个反射动作，但是没有刻意去故意要做那个行为，没有。事实上，这是对方圆一间顾囡仔中心14个幼囡仔互辅导的案件，和西屯一间幼稚园的老师性侵害性骚扰的案件了后，10天来，佫逼出来第3个幼囡仔的案件。台中市长罗秀媛一直无明确表态说明。西屯幼儿园不好意思哈，正在调查中，谢谢哈。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中市2018年到2024年的9月，老师、教保、托育人员违反儿少权法的，拢总有324件，所干那123件有依法的公布名，其中最近2年干那7件。日本教育基金会大声明讲，市府发生儿少案件，但以以上检调侦查无公开做理由消极作为，说无看到系统性的检讨。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市政府有针对哪一个系统做过研究、调查，提出任何的改善计划，通通都没有。所以他现在只能闪躲啊？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搞不清楚嘛，他不知道他下面的人在做什么事情嘛。这是整个系统坏掉了。台中市消费局讲，南区的托育中心案已经启动调查，初判托育人员已经违反儿少权法，会当罚6万到60万。目前当清查，敢有其他的幼囡仔受到不当对待，嘛会做伙追究顾囡仔中心管理疏失的相关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学生囡仔手机啊夹条条，验手机的问题受到讨论。教育部在今仔日公告，这高中以下学校学生早行动再顾去到学校的管理原则草案。手机的保管明定，这各中小是由学校或者是班级集中保管的。那高中生呢，就要经过这家长、老师和学生民主的讨论了后，用同一种的方式来管理。早起开始上课进前，学生陆续将手机放入保管的橱啊，锁起来保管，下课才会当摕转去使用。教育部立意公布高中以下学校的学生早行动再去，到学校管理原则的草案引起讨论。那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可能是结束的时候要联络家长，可能没办法联络到。上课的时候，假设如果都没有用到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暂时集中管理起来，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比较有办法去专心去上课。学校也可以用平板，也可以用电脑来做资料找查的一个工具，所以手机没有使用，对于视讯化的学习的困难并不会产生。草案明定，各中小应该由学校也是各班集中保管，经过校务会议通过，公告实施。高中是需要经过家长、老师甲学生民主讨论，以同一个方式管理。学校会当以无共载具类型甲情境，单性调整管理方式。保管的时间可以仅就上课期间的部分，至于下课或者其他在校的弹性时间，留到学生、老师、家长讨论。特别是中学的部分，如果有保管这方面的一个责任，相对对学校来讲，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这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啦。学生团体希望保管的时间是上课时间，不是伫学校期间，避免一摆百学死。教师团体认为，若保管的规范无弄好，较会发生纠纷。教育部表示，会收集各方意见，作为后续政策推动的参考，来因应数位时代的学习环境变化，甲校方事务管理的需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前一阵有检到讲，这澳洲进口入来猪肉有这正肉精，虽然无超过标准，不过也是互民众真惊吓。消基会就做一份调查，发现台湾有9成民众会要意讲，家己是毋是去有买到这3肉精的肉品。消基会也呼吁这些药师呢，会当伫咧进口的肉品当中增加3肉精的标示，互民众较安心。5月初有3批对澳洲进口来台湾的猪肉检验出来有莱克多巴胺，也就是俗称的3肉精的一种药物，但是量比政府规定的标准0.01 ppm 更较低。是药师表示，因为无超标，也是决定放落去市场卖。不过也因为这批肉的老乡，政府无要公布，互消费者感觉心惊惊。产地会给他看一下，希望可以标示啊，这样吃起来感觉比较安心一点啊。当然希望可以标示，这样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啊。针对进口肉的标示，民众有济的疑虑，消基会也针对1054个消费者做一份调查，发现有9成的民众真要以家己买到的猪肉是毋是有3肉精，另外也有8成的民众认为应该要伫产品的顶面标示这项产品是毋是有3肉精。莱克多巴胺这个我们定了标准，我们就按照标准去走。但是在消费者来说，他怎么知道今天那个肉真的是安全？那就是要有标示。虽然卫福部长邱泰源已经承诺，未来边境抽检的比例会对20%提悬到50%，不过消基会认为安尼做法无顾虑到成本的效益，因为根据食药署对今年1月份到当的统计，目前进口到台湾的国家，就敢若澳洲有检验出3肉精。消基会建议食药署爱针对每一批澳洲猪肉拢得检验，才会当确保消费者的记录。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红头树有畅水狗连带游客去到北台湾沉船区的海底畅水，就看到这大型的保育类动物豆腐鲨。东部海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就指出讲，现此时呢，这东部水温是真稳定，食食又够多，所以有真侪海翁也个海底会来到东部这个所在。伫南苏北台湾沉船海峡，17有游客落去畅水。
发现一只4公尺长的大鱼，我观看是保育类的青鲨。上水游客热远远伫咧看，不过大家该叫大黄鲨的青鲨唔惊人，得到上水客水器摸出来泡伫咧耍，而且对因受10几分钟才离开。上水高连讲，伫南苏上水拄到青鲨的机会无大。我们他本来是要游走的，看到气泡，他又再游回来啊，他又再靠近我们这边，然后因为他可能本身比较喜欢玩气泡吧，所以他本身他又靠过来。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讲，每年5月青鲨会得到水温升悬的季节，会游到东部海峡，而且这摆东部海峡浮游生物多，青鲨是无食性的动物，会得到这款浮游生物受到东部。它出现的地方的话，应该是这个浮游动物它出现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说它可能是摄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可能最近就会常出现，就是说看到金鲨这样。因为青鲨受量无紧，体型阁大只，互人叫做海中的温肉巨人。之前定定互人抓，互国际列做濒危物种。咱国自2008年开始全面禁止捕猎，农业部伫咧2020年也公告青鲨是珍贵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可能这几年不时传出有民众看到台湾乌蠅，一来是代表讲这乌蠅的保育是有成果，二来也代表讲这乌蠅的活动区域开始和人类相踏。这中华文化局有邀请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讲师来分享，除了要让民众了解到咱台湾乌蠅，也讨论到乌蠅的生存危机这怪议题。大人囡仔也未必要替台湾乌蠅喂食水，上重要的就是胸坎的所在有 V 字形，也是外白多样的特征。中华县文化局邀请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讲师来上课，透过影片的解说，还有 DIY 活动，希望让民众愈了解台湾乌蠅的品性。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比较能够清楚知道说，我们台湾的黑熊它们的特征还有习性是怎样的。听故事啊，佮透过这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因我都把这保育动物的心植在他心中这样子。根据今年1月到5月统计，台湾乌蠅通报案件总共11件，内底有8件是甲人类拍蜡有关系。这几冬嘛，常在有乌蠅去果子园鸡条找食的事件。生毒所表示，乌蠅对声音真敏感，为着人的安全，咧野外会当伫身躯顶甲梁啊，避免乌蠅接近。你会当伫你的身躯顶，还是你的牌啊，挂一个铃铛。就是有迄个声音，其实乌蠅对咱人发出的声音，拢会足惊的。像讲咱大家伫山顶的时阵会食物件，会创啥拢会记你食物件爱收好好，因为乌蠅的鼻仔足好的，所以伊也闻到食物的香味，伊都会来。青毒所表示，因为这几年推广保育政策，目前有法度统计到的台湾乌蠅数量大概是200只到600只，实际数量可能比估计搁较济。青毒所认为，建立野生动物甲人类生活范围的界线是真要紧的代志，嘛希望透过讲座，让大家了解乌蠅的生态知识，来减少人类甲野生动物的冲突事件。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年3月有一种水鸡正式互人列作是台湾特有种，叫做稀池徛鰭水鸡。目前全台湾敢若伫咧南投的稀池乡才会当看到，数量敢若是300只到700只尔，非常稀罕，而且有这灭种危机。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为着要研究这种水鸡的特性，也佮采这摄影机来甲记录，也和这动物园合作，要来进行复育。一只港的水鸡伫南地跳来跳去，跳入去淡湿的土内底做秀，发出叫声，等待宝的水鸡来生卵。这是3月拄正名的台湾特有种水鸡，就号做稀池徛鰭水鸡。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副研究员指出，稀池徛鰭水鸡目前敢若分布伫南投县稀池乡，数量才300到700只尔，是有灭种危机的水鸡。蛙的物种大部分会筑巢，那在巢中鸣叫，吸引配偶雌蛙过来生殖产卵啊，所以这个栖地比较特殊，它不能够是一个很水流很湍急的溪流，它也不能够很干旱。大部分现在看到都是在溪流的源头，有些泥滩地，水流没有很强，那少的人为干扰是比较好的环境。
研究员表示，目前鱼伫徛鰭水价生态地面积大约才一个篮球场，加上一个骹球场遐大尔尔。世界上像同款会做修生呢，预防自然的水价非常罕见，敢若10米种左右。研究员强调，若是有农业污染、人为干扰，恐也会造成灭种的危机。目前上重要的是要保护生态地，增加族群的数量。它的繁殖季其实是有配合梅雨季的。那梅雨季的尾声的时候呢，这些来不及被后面的雨冲刷到下面的溪流的这些蝌蚪，自然命运下会干死。所以后来我们才想到说，如果可以把这些蝌蚪救援回来的话，其实不会影响到母族群。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手段。新德社表示，这款水鸡伫5月到8月生产，因为生产地无适合有人行打，所以真好观察。团队用摄影机长时间追踪，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和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同齐来护育，也积极找找和南投鱼池环境相像的所在，希望未来河水鸡数量愈传愈多。记者刘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自2005年，台湾建立来到这超高龄社会，为着要鼓励时代较接出门甲人交流，新定呢着民间团体举办写毛笔字活动，除了互时大人呢出门来熟识朋友，也当来参与社会活动，甚至有一寡时代讲，这是因头一届用毛笔来写字。用毛笔认真写字，时代拢笑甲足欢喜的。哪写字，搁哪开讲，生活加趣味真多。来参加活动的时代，有人搁是人生当中头一届写毛笔，有时代讲感觉真趣味。很有趣，有这个精神来去学习。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花。手脚没有那么灵活。很多长辈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读过书，没有读过书，那可能甚至也没有拿过笔。举办这个大型的活动，就是带长辈走出家门，那跟人群多接触。这是新竹民间团体举办的写毛笔活动，就是希望让时大人出门加熟识朋友，也来参与社区活动。有中医师指出，写毛笔唔会使放轻松心情，因为写字爱动脑筋来叮当手的姿势，会当刺激人的大脑活动发展，也当预防失智症发生。不管说是写毛笔啦，或者是说多用一些手脑的一些活动，甚至有些做一些像填字游戏，或者是说跟亲朋好友打个麻将等等，基本上活络自己的脑部，让头脑也用，手脚也运用，那基本上的话会比较避免失智症的一个情形。华山基金会讲，面对超高龄社会，因透过这款活动来鼓励时代行出门，增加社会互动，让阿公阿嬷知影家己并无孤单，健康吃百里。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伫咧东石湾仔的工作室做一个举办食鱼教育据点。工作室的铁啊，这款建材呢，去年因为这风台来害去，为了要征收这个空间，协会配合社区规划署的计划，举办铁啊建筑体验的工作坊，希望让民众来入捌到这传统设计的功夫。老师真心喜欢那个铁啊破开，向来上课的人解说这当中爱注意的美感。乡村永续发展协会配合社区营造的规划课程，办理这个建筑的体验工作坊。真好耍啊！我专工听到有这个活动，立足工作坊有这个活动，我专工带囡仔为台北落来体验一个破茶，做一个较早这个渔民伫迄个无用的代志，真特殊，我感觉真好。今咱来体验就是体会到这种咱早前老一辈的先民所住的德工仔厝。安怎生产的，安怎做出来？上课的这个工作室是协会举办实地教育的所在，才因为去年风台的关系，和原本在大个所在拢害去，为着上课环境的安全，社区规划署申请计划，甲征收甲课程甲做伙，后民众会当做伙来参与。拄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咱蔡英杰老师来遮甲咱协助，互咱遮在地这乡亲会当了解做竹啊。要安怎较早古早时代，这竹个是安怎来制作这古早厝。像咱即马足侪拢是钢筋混凝土嘛吼，毋过咱足早的建材其实拢是对咱大自然的环境去取得的，取得之后要怎来去运用，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工艺的传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表示，社区的民众透过工作坊的课程，唔但会当来认捌这个工艺甲这项材料，嘛互这个所在伫征收了后，会当有更较侪活法的运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根据着这美联社的资料讲，全世界逐年有125万人因为车祸来死亡。伫咧美国呢，逐年超过4万人因为交通事故来过往。除了食酒赛车、食毒赛车，还佫这赛车用手机啊，甚至佫有一种叫做路怒症的，驶到一半的落车去攻击别人，是因为朴素情绪所引起的纠纷。Hello. Just to be clear for everyone seeing this, I am a version of Chris Pelkey recreated through AI that uses my picture and my voice profile. 这是已经无伫人世间的37岁美国天国军人佩尔兹，伊阿姊为伊制造的 AI 生成影像。佩尔兹2021年11月伫亚利桑那州因为行车纠纷，伫咧停单红灯时，互另外一名54岁驾驶霍卡西塔斯大死。赛电的霍卡西塔斯，被判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另外一件道路纠纷是互监视摄影机翕落来，画面倒边的特拉斯驾驶不明原因落车行向对向的车道，疯狂攻击另外一台车顶的一对母仔，这拢是因为行车纠纷引起的路怒症行为。路怒症即马伫美国会当讲是像一种灵魂病。过去10年，甲路怒有关的枪击事件增加超过400%，造成777人死亡。By far, the most common factor is aggressive driving, which accounts for over 50% of traffic fatalities. 专家表示，万不利不幸拄到有攻击行为的驾驶，上好保持冷静，唔通甲对方有任何互动。One study reported that over 79% of U.S. drivers have been a victim of aggressive driving or even road rage. So the first thing, don't provoke the angry driver. If they keep harassing you,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is to get off the road, go to a public location with a lot of people present, stay in your vehicle, and call 911. 也毋过，若冲动冲动的驾驶是你家己上好是会当深深的舒一口气，听平静的音乐，或是抽离情景，将家己当作第三者，甚至将车停伫路边，将座椅往后壁去，拢对完好情绪有帮助，避免遗憾代志发生。公司新闻红如梅编译。讲到明仔载台湾各地头还佫偏乌金门，大部分拢是坐云到好天。然后这讲到伫东部地区呢，这恒春半岛还佫马祖会有落地渐雨，山区过道了后也要注意落大雨的情形。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今日台北汤圆新店对26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还佫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